安盈苑440尺3房單位起貨啦！單位用白色加木系家私打造，日系清新感設計。首先係玄關位獅字櫃，上層做儲物加下層櫃桶連鞋櫃設計。獅字櫃內嘅間隔可以按照唔同嘅家居需求度身訂造。中空位開咗電位，可以放小家具，仲加裝埋暖色燈帶增添氣氛。門口位右邊都有一整套連住客廳嘅一體式儲物櫃，同樣係上下可以收納，中空嘅細櫃就可以放裝飾物。廚房外面預留翻位置放雪櫃，上面就做咗3個吊櫃。客廳空間唔算太大，但都分咗餐台區同放咗張細梳化。電視櫃同樣配搭咗儲物櫃加6個獨立櫃桶，方便分類。主人房做咗張白色書台連貼長衣櫃，左側仲有個儲物櫃同開放架。家私設計將儲物同工作用途融為一體。後邊就有個雙門玻璃展示櫃，層板仲可以按屋主需求調整。3尺床單人床連3個床邊櫃桶。呢間就係小朋友房，屋主自己配咗現成家私同張書台俾小朋友做功課文書用。廚房門改咗用摺疊式趟門節省空間。白色吊櫃配淺色木紋櫥櫃，牆身就保留原有嘅石英紋瓷磚。吊櫃轉角位做對開門，入面用錯層式收納，方便整理唔同大細嘅廚具。浴室同樣都改咗原有嘅木門做摺疊式趟門，同色鏡櫃連浴室櫃，下面做咗吊高設計，避免積水。浴缸揀咗淺金色框長形清玻璃月屏做乾濕分離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3有嘅觀塘門市睇下。